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今天白海豚的侵袭之下，对大家还来到圣殿，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同时，我们在线上也有透过网络直播参与在我们敬拜的里面。特别我们周牧师也率领我们永光团队参加访韩盛会当中，牧师有交代了哈，他会从网络我们一起参与敬拜，所以我相信呢，大家跟镜头挥挥手，牧师他们应该也是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参与敬拜的当中。圣经上说，当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相信神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特别我刚刚提到，今天风雨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呀。平常我们昨天以前可能还觉得好像还好好的，昨天晚上哇，中永和这边就已经风声大作，那就雨就一直下来。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里面，在这样一个大风雨的里面，我们为什么还会来选择亲近主？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啊，你可以叫 Uber Eats 在家里好好吃早餐啊。为什么要淋着雨来到圣殿？为什么要特别起床，透过连线参与在敬拜的里面？感谢神，没有轻看我们渴慕神的心。若不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若不是我们渴慕圣灵，我们渴慕主的恩典，我们怎么会去选择这样的福分？在不信的人看来，我们做了一个他们不会做的一个选择。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所坚信的是什么，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信心的里面与神有更深的连结，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样与神的连结的里面，神也必赐福给我们更多。弟兄姐妹们，邀请我们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10秒钟的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安静，求神求圣灵此时此刻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渴慕圣灵，我们来欢迎圣灵。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哈利路亚。主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阿们。那是因为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交托我们的心里面所求所想的一切。主，你也必将这丰盛的恩典福分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要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在今天的早晨，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一起自由的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拍手。
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你跟旁边人说，让我们一起自由来敬拜。邀请一起来自由敬拜。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宣告，神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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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把最大声的掌声还有欢呼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呜呼，哈利路亚。我们的上帝将荣耀降下来，而不只是下雨而已，也让喜乐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也是行神迹的神。阿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一起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
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的许都完全成就。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的许都完全成就。一起来拍手。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的许都完全成就。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你跟旁边人讲说：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哈利路亚！我们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一起举手跳舞赞美神，在这时候，我们不只举手赞美神，我们也邀请圣灵在今天早上就来到我们的中间，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我们欢迎圣灵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
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不是值得我们荣耀敬拜的呢？阿们，阿们，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当这世上都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就已经存在。当未来的日子，当我们不在世上的时候，神一样在这世上，因为他是我们一生的主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冒着风雨，我们都愿意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此时此刻，我们要用祷告再一次求神将他的圣灵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等一下举起我们的手来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重新再一次的让我们体认他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可以将全人全心全然的交托给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主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从十字架上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过，而他复活的能力也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让我们此时此刻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一起呼喊3声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让我们与他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亲密。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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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我看你我每一样事情你都主你的手腕主啊你到我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站立在主你的宝座前，不是出于偶然，乃是主你的恩典实实在在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若不是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畏惧，我们没有隐瞒，因为主你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也求主你的圣灵每时每刻与我们有更多的连结，也求主你将你的话语的亮光每时刻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这些亮光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也愿意将这样的福分，将这样的恩典分赐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分赐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同事，给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位。让我们永光教会站立在永和地区，可以将主你的福音广传在整个永和地区，影响永和地区，影响新北市，影响整个台湾。哈利路亚！主，这是主你所应允我们的，也是主你所祝福我们的。主，你也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新竹圣经学院的里面。主，你让新竹圣经学院站立在新竹的地方，成为我们属灵的堡垒。求主你祝福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更多可以在主圣的里面，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可以在那边可以得到更多的领受，也可以在更多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哈利路亚！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主你命定的里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举起手，再一次来呼求。我
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归一切荣耀赞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新约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经攻读到此，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凡有耳的都就应当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新竹圣经学院牧师高安礼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活出圣灵充满的生活，活出圣灵充满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安全的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个是一个上帝的祝福跟带领。也感谢主的恩典，让学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我可以代表圣经学院来到这个地方，向大家请安报告跟分享。愿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得着力量。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反省跟思考一个问题。那个是非常真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敬拜神嘛。每个礼拜我们都希望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然后让神拿走，然后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来重新得力。我不知道你在每个礼拜当中，你是否真的重新得力了呢？如果你有领受到这样一个重新得力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会不会是只有停留在聚会当中？意思是什么？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那些的苦难怎么就自己又背回到自己的肩上，就跟着你回家去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信仰恩典的力量，是不是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或只是纯粹在我们的口中而已呢？还是说这样一个信仰的重新得力的力量，是真的已经有进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了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听了许多的道理，我们也明白不少的真理，但是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压力，面对很多的情绪，面对人际关系，甚至是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说，哇，我自己原来还是很容易用一些原本的方式来做回应。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之一，那个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多少而已，乃是我们要活出多少。换句话说，是很多人我们知道很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那个当中，是我们能够行出来、活出来的确实不多。所以实际上，可能我们对于从信仰的角度在看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却不一定活得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有说这样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却由不得我。哇，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提醒。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他这样子来分享，他说，要做对的事情，就不如做对的人。要做对的人，不如先改变自己，拥有一个对的生命。弟兄姐妹，你阿们这句话吗？是的，的确我们往往在想说，我要先做一个对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要能够做到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在你里面的那个内在生命要先是对的，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对的人，才可以做对的事情。透过这个牧师这样的这一段话的分享，这提醒了我们，若是在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若是只停留在知道，或者是口号，甚至是立志的这个之间，
这样的信仰不太像是我们上帝所喜悦或所期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啊，改变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今天早上，刚刚我们有读了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使徒保罗就用他信仰的经验，常常来劝勉基督徒说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酒醉，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鼓励我们说，不要酒醉，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看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其实很常听到。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像这样子，要不要祷呢？或者是喝酒醉了呢？还是之类等等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但是如果你重新回过头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或者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所以请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要祝福你成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当我们能够成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会彰显在你一切的生活、工作、你的家庭，甚至你的侍奉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帝不仅要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的上帝更是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更新我们跟掌管我们。所以在今天早上，透过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的教导，我要邀请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并且我们想要活出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时候，会有4种的祝福在这个生活里面来产生、来出现。第一个，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行事要有智慧，行事会有智慧。我们一起说一次，行事有智慧。弟兄姐妹，你认为你自己是有智慧的人吗？在处理生命的大小事上是有智慧的吗？有人刚刚阿妹了，但是不太大声。我再问一次，你觉得你是有智慧的人吗？好，感谢主，愿神给我们这个勇气。我们知道圣灵他能够参透万事，他深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一切的意念。圣灵它本是一个智慧的灵。如果你对圣灵要有更多的了解，你也可以去读这个箴言第8章里面后半段后面有讲到圣灵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智慧的灵。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15节这边说到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对我们提醒说，一个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人，首先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表现出拥有智慧。那为什么保罗要提醒我们要谨慎行事呢？这个是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充满许多的引诱，许多的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容易被环境、被他人所误导，甚至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我们当中啦，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被撒旦所欺骗，造成其实有很多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就像耶稣曾经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了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嘛，对不对？”这是很棒的一句经节，这都祝福我们。那往往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不是只有可能只有什么灵巧像蛇而已，但不一定温驯像鸽子。那要不呢，就是呢不太灵巧像神，但是非常什么这个驯良像鸽子，对不对？所以往往会让别人有一个错误的感受是什么？哇，基督徒就应该要非常的温柔嘛，对不对？所以我记得这个以前小时候常常会被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挑战说你们基督徒不是最有爱心、最有温柔，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在说麻烦行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动作？转头就走。我以前的同学都说你要不要给他100块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再说吧。为什么？我要判断他能不能够做事。他如果是真的有需要，当然给。然后如果他只是为了乞讨而乞讨，那我们当然我自己啦，就不一定会给他金钱上的一个资助，因为那个对他来讲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弟兄姐妹，这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面。当然我们需要拥有智慧，
才能够免于中了魔鬼许多的陷阱。所以在诗篇的第14节第1节这边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愚万人心里说没有神啊。圣经称这种人是无知的人啊。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哇，你看他好像很虔诚很属灵，然后服事很好，好像很会关怀人，可是好像在他的里面内心的那个最深处，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他可能不一定完全的信神啊。他可能心里面讲说，有吗？上帝都不来帮助我，上帝又不来理我，有没有？他就是这样的人，圣经称说是无知的人。所以透过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可以开始来思考，一个基督徒当你信耶稣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去寻求神，来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在过的生活，你所做的事情，往往可能回到就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个状态，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并且是活在一种无知的当中。所以保罗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一定比别人更加的聪明，但是一个里面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会比他以前的这个生活里面，他更懂得要随时随地来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换句话说，我们随便简单的举例，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的话，他可能在做很多的决定以前他不祷告，可是现今他会怎么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以上帝为优先呐。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在祷告是以上帝为优先吗？还是你的祷告好像是一个上帝来帮我背书，有没有？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主啊，哇，求你，我想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就要麻烦你就让我看见你的荣耀。跟你讲得很漂亮，光冕堂皇嘛，对不对？然后奉耶稣的名，阿们。但是实际上你要想想看，那个祷告好像我们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上帝照着我们所想的来去行啊。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怎么样？在做决定以前会先祷告，他在说话以前会求神保守他的嘴巴，不要乱说话。可能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寻求圣灵的一个带领。所以其实你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举例，你会发现到，弟兄姐妹，真正的智慧不是知道的更多，而是更愿意让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带领我们。所以愿上帝把智慧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可以去善处周遭的每一件事情。求主使我们的口中有充满智慧的言语，能够常常去帮助软弱的成为刚强，去鼓励灰心难过的人，他们能够来恢复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当有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拥有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不是只有帮助我们来处理许多人生的大小事而已，那个智慧是更加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哇，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恩典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跟大家分享的是能够善用每一天。跟你旁边人说，善用每一天。16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保罗勉励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透过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懂得去珍惜神所赐下的每一天。在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爱惜这个字词哈，在原文的里面，它有全部买下买回来，有把它赎回来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付出代价去把虚耗的时间买回来，然后呢，好好的运用每一分每一寸的光阴呐。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我们来回想看看，你上个礼拜的生活，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好好的利用所有的时间呢？还是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虚度光阴呢？在你上个礼拜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发生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还是你会说，牧师，这个就不要特别讲了，这样就露出马脚了。如果我们认真来反省一下自己，让上帝的光进来剖析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不少的人，我们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看手机嘛，对不对？我请教大家，有拿这个 Apple 手机的人，今天早上9点，他那个讯息弹出回复，你上个礼拜花多久时间在看手机啊？有超过9个小时以上的请举手，平均有吗？3个小时有吗？
大家都不太滑手机哦。好啦，这样逼迫大家不好，是牧师的不对哈。我们可以自我反省一下，跟我们很多人可能我看一下，想说休息个5分钟，回过神来2个小时就不见了，有没有 ？OK，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一定看手机，但是他看一些败坏心灵的政论节目，有没有？哇，那边每天在那边很生气，或者是呢跟一些朋友聊一些什么批评、苦毒、论断、埋怨、自责的话题，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做一些对灵命、人际关系没有帮助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啊。但是太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浪费时间，活在没有意义的忙碌当中，或者是我们活在娱乐、贪爱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里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来检视自己，并且问自己，我这边提供几个问题让大家可以做参考。当然，你可以举一反三，问更多的问题。第一个，你可以来看一下，问自己说，现在的我跟10年前的我或5年前的我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上帝的了解有没有增加，有没有更多？弟兄姐妹，你的回答会是什么？有感谢赞美主。我曾经遇过有弟兄姐妹这样分享，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圣经就66卷书，就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他写的那些内容就那些啦。”所以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一直在追求，在读圣经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很容易就知道啦，就那几个主题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会继续跟我加码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这个这样做礼拜做了这样20几年之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牧师他选了什么经节，某一段经节，我大概就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主题了啦。”弟兄姐妹，我今天选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OK， 如果这个你知道，这是我以前遇过有一些这个基督徒他们的态度，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就觉得这样不太行，这样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如果你每一天都有在读圣经，其实你每一天都在往前走，你每一天都在进步啊，所以我们才会说圣经这么的宝贵，那么的丰富，有没有？因为你每天同一个时间读，但是你的那个时空背景的处境不同，其实你读同一段话语，你的感受就不一样，神对我们的启示就也不一样啊。这是第一个思考的问题。第二种思考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你有在分享见证吗？你有在跟人说见证吗？鼓励人来信耶稣，在传福音吗？那你现在说的见证是多久以前的见证呢？是10年前、20年前的吗？常常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很多人在分享，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说：“我小时候这个我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见证。”那请问最近有见证吗？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你有经历神吗？你有领受上帝的恩典？你有感受到神在带领你，神让你的生命突破，让你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吗？如果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许我们要更新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见证跟着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来往前走。又或是我们常常领受上帝的话语，那特别是我们跟家人之间、跟我们朋友之间，许多的这个人际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呢？有没有更好呢？或者是在思考，在你的人生的目标有没有继续来发展呢？透过这几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的了解到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在浪费生命呢？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在旧约，摩西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祷告，我相信这个祷告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摩西祷告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哇，很美的祷告嘛，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一段经节好吗？预备，来。求主指教我们怎样审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注意在经文当中这个数算，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有计算、有想、有分配、有指定，甚至有预备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数算不是什么像那个你睡不着的时候在数羊，1只、2只、3只这样跳，不是。也不是说一天过了又一天，然后又一天就这样，不是这样的数法。那个数算是要有一个有意识、有规划的一个态度。这就好像一个什么精打细算的财主，他每天认真管理他自己的财富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时间。所以讲回来，
一个被上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会只问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啊。弟兄姐妹，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可能我们要赶一个 paper 的时候，哇，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要写一个 proposal 的时候，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我还有多少时间？这样对，我要搭一辆车，我还有多少时间？甚至可能有一些年长者，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会问说，我还有多少时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问这个而已，我们更是要问更深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说，主啊，你今天给我的时间，这么一天，我可以怎么样为你而活啊？弟兄姐妹，你每一天是为你自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呢？这个其实那个态度、那个角度下去是很不一样的哈。我不是说你要为主而活，你就只能做教会的事或怎么样，不是。你每天一样去上学，一样去工作，一样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是我做这些事，我都是为主而做，是为主而活。所以你知道，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在很多的抉择，你在很多的思考，甚至讲话上，你都可以拥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就像我最喜欢讲一个例子这个刚刚在台语场没有讲，但华语场讲一下我最喜欢讲一个例子，圣经很丰富嘛，所以当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几种反应第一个就互相大吵嘛，对不对？有没有？然后呢，再来就是打死不互相往来，对不对？所以有人从旁边说，你就装作没看见他，对不对？但是圣经丰富嘛，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嘛，对不对？所以我有第三种选择，有没有？有一个不同的做法，对不对？但是那个做法因人而异嘛，对不对？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怎么样为主来活？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愿圣灵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一同来荣耀神。因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知道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活出大使命的好机会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只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我们更是可以为着主的使命，在生活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好，这是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就是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哇，明白主的旨意，这是很多认真追求主的人、追求信仰的人，我们常常心中会有的一个问题。17节、18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要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信仰这一段的信仰生命里面，你有明白主的旨意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让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而当圣灵开始掌管他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开始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在罗马书8章，保罗继续这样讲，14节他说：“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没有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他就有可能不是上帝的儿女。那简单的来说是什么？也就是神的儿女，你我们不是偶尔才接受圣灵的提醒不是偶尔就很像那个，就很像那个佛教里面不是有那个咚咚咚咚叮，有没有？然后就好像那个一休和尚那样，不是那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每天不断的圣灵就会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就哇，我可以改变，哇，我可以调整，哇，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更怎么样？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不是偶尔接受圣灵的提醒，乃是愿意一生都走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就是某某人的祷告为何他每次分享的时候就感觉他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而是我祷告怎么一点感动都没有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吗？可能都会有嘛。特别是这个主啊，我下一份工作要找什么，对不对？怎么那个跟我同一个小组的人，他祷告2天，神就对他讲，他就找到了。我祷告2个礼拜了，2个月了，怎么都还没找到？有没有？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产生，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弟兄姐妹，其实那个关键在于哪里？那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引导呢？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圣灵在带你祷告呢？当圣灵介入你的祷告，进入到你的祷告里面，你放手让他引导你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寻求会更加的不一样。
所以在诗篇，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很珍惜这件事。在诗篇的第51章10到11节，这个是大卫王。这一段经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非常的熟悉。大卫王这边这个经节，特别是讲到大卫王他犯罪之后，他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姐妹，大卫的祷告非常的漂亮嘛，对不对？我们也可能有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经节来祷告。大卫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这是因为大卫其实他最害怕失去神的同在。他不是害怕王位不见哦，他也不是害怕他没有权柄了哦。大卫也不是怕说有没有人要尊敬他哦。你看他在这个成为以色列王的那个过程当中，哇，非常的落魄，有没有？还跟几个人落难，然后还躲起来，有没有？等等的，所以这些都不是他担忧，他担忧的是什么？他担忧害怕说，当他犯罪之后，上帝的同在不见了。这是因为他也知道，一旦失去圣灵的引导，神的同在，他将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去遵守、遵行主的旨意。弟兄姐妹，大卫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一种渴慕嘛？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你是否有这样在渴慕呢？所以对大卫王而言，有圣灵的同在跟引导，是他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要突破遵守上帝旨意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这样子来祷告说：主啊，求你赐我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重新领受圣灵的同在跟帮助。我相信当你开始每天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明白怎样来遵循主的旨意，并且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这是第3个祝福。最后一个祝福，一个被圣灵充满了的人，他的生活会时常感谢赞美主。保罗在19节跟20节继续这样子讲到，他说：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请注意保罗在这个经节里面，他并没有说什么等一切顺利了我再来感谢赞美主。他也并没有说等我心情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来感谢赞美主。保罗在这边提醒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要常常凡事感谢赞美主。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其实会常常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有常常感谢赞美主吗？有感谢主。OK， 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有压力。压力非常大，什么压力都来，没有喜乐的世代，所以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的痛苦，时常缠绕在我们四周围。其实这会导致很多的人没有力气，读书很缺乏，工作很提不起劲啊，服事失去喜乐，对人冷淡，或者是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甚至有些人他会对未来没有盼望。但是呢，当圣灵能够充满你生活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能够重新拥有上帝所赏赐的喜乐跟盼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个牧师，我讲一个小故事。他训练了一匹马，那这匹马他只听得懂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赞美主，第二句话叫做感谢主，第3句话叫做主啊，就是 PPT 这上面的这三个字词。好，那这3个字词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一个说赞美主的时候，这匹马就会慢慢的往前来走。那当你说感谢主的时候呢，这匹马就会开始奔跑起来，就往前跑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这匹马停的时候，你就要说主啊 ，OK 哈。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人经过了，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非常的不相信，所以他就跑去找那个牧师说：“牧师，我想要试骑看看，可不可以？”那牧师说：“那你就试骑啊，没有问题啊。”然后那个人就上马了。那上马，通常我们上马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对，架有没有？打马的屁股，然后结果那匹他怎么样然后马都不动，
就是站在那边好好的，所以他就不得不相信说，哦哟，这个训练真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尝试，他就说赞美主，哇，这匹马真的就开始走起来，哇，然后他就很兴奋说，怎么这么神奇呀？然后所以他就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哇，这一匹马就突然狂奔起来了，一直冲，好，不管哪里就一直冲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跑得太快，就冲到一个悬崖的旁边。哇，这个人就非常的紧张啊！哇，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在一瞬间，他就突然喊一句：“主啊，救我！”然后很神奇的是什么？那匹马就真的停在悬崖旁边前30公分的地方。哇，然后就感谢主，心里就充满很多的这个，他就说了感谢主，赞美主。哎，我自己就先破梗了。这个人就大声的说感谢主，赞美主啊，大家就知道他的下场了。弟兄姐妹，这个人他的光景会不会是有时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可能会像这个人一样，我们对感谢主、赞美主是不习惯的，甚至是不太相信。很多人真的，他不太相信感谢主、赞美主到底有什么好讲的。我生活就这样啊，有什么好感谢主、赞美主的这样子？或者是呢，有一些人他感谢主、赞美主，哇，他常常挂在嘴边。好像变成是口头禅。弟兄姐妹，你知道感谢主赞美不是口头禅呢，不是要说给别人听的，好像要你讲了这些东西，你就变得非常的属灵这样子哈。我不知道你在教会有没有遇过这样，我遇过你问他说你今天好不好？感谢主，我非常好。那你今天你吃饱了吗？这个台语说吃饱呗，这样子哈。哦，感谢主，我吃饱。啊，你今天吃什么？我吃牛肉面，感谢主。好不好吃？感谢主，非常好吃，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听了会怎么样，我听了是觉得奶油，怪怪的啦。怎么每一句话都要感谢主？当然啦，这个今天过得好不好？感谢主，过得很好，这很顺嘛。吃牛肉面也感谢主，那吃卤肉饭就不感谢主嘛，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有些人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样啊，赞美主啊，感谢主，有没有？弟兄姐妹，感谢主、赞美主绝对不是口头禅，是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一个敬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讲到感谢主、赞美主，就让我想到保罗，他常常在监狱当中，对吧？他在监狱里面，他常常也是写书信，然后鼓励很多的人说什么？你要常常喜乐，要常常感谢主，要赞美主。特别是在腓立比书，有没有？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告诉大家说要喜乐。我告诉你们，要靠主怎么样？常常喜乐嘛。我不知道你读这些经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保罗这个人真的是莫名其妙？是不是关监狱关到疯掉了？有没有？为什么在监狱里面要说要靠主常常要说要喜乐啊？当然他有破梗，他说什么要靠主嘛，要靠主才能常常喜乐。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可以赞美，他可以感谢，难道是因为这个关在监狱里面时间太长很无聊，所以没关系啊，我有机会来感谢主赞美主啦？还是说呢，他掩饰心中许多的害怕？其实都不是。保罗之所以能够感谢主、赞美主，能够赞美感谢，是因为他深知道他这一生都有上帝的保守跟掌权在这个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换一个角度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他愿意开始每天开口赞美主、感谢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那个圣灵就自然而然降临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忧愁、烦恼、苦难、痛苦，就会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了我们的生命，而你的生命就自然而然会有主的平安跟喜乐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一句简单的提醒跟操练，这也是一个小秘诀，跟大家来分享。这句话叫做口开心就开，心开圣灵就来了。大家同意吗？阿们。口开心就开，心开圣灵就来了。所以我们回想刚刚在礼拜一开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唱歌赞美主嘛。当你如果嘴巴打开了，我相信圣灵现在就与你同在。那当你刚刚没有开口的时候，我也求主施恩典，圣灵也与你同在这样子。但是你真的开口的时候，圣灵就真的进来了，他就来帮助我们，就来释放我们，就来医治我们，就来调整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一句，一起来朗诵一下这句话好不好？预备，来，口开心就开，心开圣灵就来了。跟你旁边的人说这句话，口开心就开，心开圣灵就来了。好，所以在今天分享的最后，弟兄姐妹，透过我们刚刚的分享，其实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经历，它是一种什么？每天都可以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要能够抓到刚刚牧师分享那4大祝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是谈到圣灵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要来重新来突破来思考。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先焦虑，会先询问说圣灵有没有在我的里面，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像刚刚有看到图片，你要祷下去才有圣灵充满，你没有祷就没有圣灵，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你要领受圣灵啊，我们长老也很常讲说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嘛。所以为什么要讲圣灵充满呢？有没有很多的讨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讨论这个。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突破一个新的观念跟眼光，是我们应该开始来问一个更关键性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让圣灵充满我，带领我来掌管我整个生命？这是更加关键的问题啊！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就自然进来啦，就在你里面。当你不愿意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来活出更新、喜乐、有能力的新生活。所以在最后，牧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圣灵充满，并且人人能够活出圣灵充满的生活，行事有智慧，善用每一天。凡事遵行主的旨意，随时随地都能够拥有感谢赞美主的喜乐，让你的生命能够充满上帝的恩典及赐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借着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信仰不只是知道，你的话语不只是知道而已，我们更是要能够活出来。主啊，我们常常软弱，明白很多的事情却做不到，愿你在这边来赦免我们。圣灵啊，也求你天天的充满我们，赐下你的智慧，使我们行事能够讨你喜悦，帮助我们珍惜光阴，不虚度日子，引导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愿意顺服而行，也使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在各样的境况当中，主，我们依然能够来赞美你，能够来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活出有圣灵充满的新生活。主啊，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请容许我用几分钟来向大家代表主圣来请安报告。在此代表董事长苏家宏长老，对不起，董事长苏家宏长老、院长阮介明牧师以及全体的员工，感谢大家过去这1年的关心代祷及奉献，让圣经学院能够在新竹这个地区提供有更好的教育跟服务。那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对圣经学院的认识有多少？那圣经学院在过去的时间的确是以平信徒教育为主，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他有收类似大学的这种大学部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那是专门做平信徒教育。但是在大概20几年前，因为教育部的关系，所以后来就取消了大学部。所以在这20年来的当中，圣经学院开始慢慢的转型，成为一个灵修分享，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营地或者是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特别是能够转型成为灵性培育跟灵修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在这20几年的过程当中，学院不断的提供给许多的牧者或者是会有一个信仰进修的空间或灵修的地方，这样让人只要你来到圣经学院，你可以感受到歇息，你可以在那个里面重新得力再出发这样子。那圣经学院就是在这10年来有3个主要的事工，跟大家简单的做分享。第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信仰的进修跟灵性的课程，所以我们有办了很多的课程，要帮助很多的牧者跟同工在我们每周在教会不断的付出的时候，我们一直付出，但是不见得你可以重新得力，有充电到。那或许有这样的一些课程机会，可以让我们2天1夜密集的课程，让我们可以到那个新竹圣经园那个地方放松，没有任何的干扰，就是专心领受、重新学习、吸收，能够来充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在这个 PPT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8月、9月、10月，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课程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报名来参加，帮助我们很多的人能够在服事当中
不断的充电，能够不断的来成长，这是第一个主要事工。第二个事工也是刚刚前面稍微有提到，就是有优质的空间跟服务，这个安静整洁的校园，礼拜堂教室的更新，有餐厅有咖啡厅等等，让人只要进到新竹圣经学院的时候，他可以享受身心灵的安息，然后感受到神同在的一个美好。所以在2021年在疫情那段时间，圣经学院有花了一笔钱来整修，比如说这个是信徒大楼已经去，这个去年8月有去参加哇的那个活动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柜台。那在柜台的左手边有这个阅读的空间，这个中间是生命树，可以让我们在这边放松休息交谊。那更甚至在柜台的右手边，这跟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有去的话，是最息息相关的，就是什么？上面有看到那个英文字是什么吗？Jazz 咖啡，耶稣的咖啡，就是我们有一个咖啡厅，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并且聊天，一起代祷这样子。那这个学院也非常注重大家的这个休息的状态，所以咖啡厅我们还特别请了一个咖啡师。有去过的应该有喝过咖啡吗？好喝吗？好，谢谢赞美跟鼓励这样子OK， 好，那反正就是也邀请大家啦，如果有机会去新竹圣经学院的话，欢迎来找我。那我绝对就是带大家去这个咖啡厅，请大家喝咖啡，免费的，但是记得要找我OK， OK， 好，这个是环境那最后一个就是新竹圣经学院在这几年，我们也非常努力的为一些教会，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们联系讨论，我们可以为教会打造一些量身定做的课程，比如说教会团契的这个需要设计培灵会啊、长职训练啊、退休会等等的或者是有时候找不到讲师，有没有可以来打电话来问我们，我们可以提供你们一些好的优秀的讲师那我觉得这个很棒那又或是呢，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个什么事工研讨会嘛，对不对？如果在这个每次在这边事工研讨会已经腻了，欢迎可以到新竹圣经学院走走这样子在那边清幽的，我相信神的灵会更多的充满，我们有对教会的一些的这个期待跟计划会更不一样这样子那 anyways 不管怎么样都欢迎跟我们联系，可以共同来规划这样子好，那在今年2026年度呢，学院目前的需要大概总预算在6700万是往上的那特别是在今年11月底那个大家如果有去过，就是信徒中心2楼是所谓的米丽华厅一个以古色古香的一个这个礼拜堂那我们计划在10月开始会重新整修米丽华厅以及 B1 餐厅的一个美化这样子那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的设计图这个就是未来这个2楼会呈现的，这是什么？彩绘玻璃啦好，我们期待就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空间可以更加的神圣。大家有去过有些人应该有去过欧洲去看那个大教堂嘛，对不对？一进去哇，你就不得的就开始低头要祷告了，对不对？哇，那个神圣的空间非常的棒。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神极大的同在。但是大家也知道彩绘玻璃其实不便宜啦所以邀请大家能够为着学院来奉献。好，那分享到这边，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个影片，谢谢。学院奉献主日，圣经学院以4个 R 作为灵性塑造的意象。第一个 R 是 Rest。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在忙碌的生活中，许多人身心灵都感到疲累。圣经学院期望为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地方，可以安歇又重新得力的地方。第二个 R 是 Relationship。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升到天，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亲身经历了上帝与人的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让人可以与上帝相遇、与人相遇、与大自然相遇的地方。第三个 R 是 Renewal。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看见许多人在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事，
生命被更新，心灵被转化，进而实践宣教的意向。在基督里，人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祝福。第4个 R 是 Recreation，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学院，喜乐不是表面的，而是深沉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生命常常更新，持续展现新的创造力。圣经学院期待成为一个充满喜乐、恩典和创意的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发挥恩赐，共同创造新的服事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灵性形塑的4个 R， 不只是理念，更是真实发生在圣经学院无数生命的故事中。今天我们诚恳邀请您，透过奉献与支持，一起让这梦想可以继续延伸，让更多人因为上帝的爱，生命得到更新。有看到自己哦，有一些人，谢谢永光教会成为招牌之一，好，跟我们一起到各个不同的教会来募款这样子。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在过去1整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为圣经学院代祷奉献跟关心。那在新的学期2026年新的学期，也再一次邀请大家持续的继续为着圣经学院关心代祷以及奉献。以上，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神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神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神灵自
们很好的提醒，是一个醍醐灌顶的提醒。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们到底是礼拜天的基督徒，还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或许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不是圣灵要不要进来我们里面，而是我们要不要愿意由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带领我们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就如牧师所说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可以善用每一天，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也可以每天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一起的来高举我们的右手，我们再度的来欢迎我们的圣灵，我们一起来高喊：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忧伤就会变成喜乐。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软弱就会变成刚强。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疾病就会变为健康。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谢谢邀请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欢迎圣灵。圣灵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阿们。在坐下之前，我们用非常温暖的笑容跟我们旁边的人说：“请坐。”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同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会众请起立。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道主施恩所见，
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长老来主持。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因为我们周牧师率领团队到韩国参加访韩盛会，所以今天的消息报告就由我来主持。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先来读一次我们今天的导读的一个经文。那我们来读华语中间黑色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章3节，再一次来。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章3节。OK， 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欢迎新竹圣经学院的高安礼牧师来到了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感谢主，也谢谢高牧师的服侍，也愿神祝福在新竹圣经学院的里面。那牧师呢，周牧师以及我们牧师团队，我们整体有23名参加访韩盛会，将在明天下午会回到台湾。那也求让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求神来带领让这一切的行程可以平安顺利。那特别我们知道韩国台湾中间现在有一只海豚挡着，对，所以求神保守，让他们的整个的行程，还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在出入的里面，在台风天里面，都得到平安与保守。OK， 那我们细胞小组铁三角有领袖训练会，时间是8月23日下午1点到5点的时间，在我们主堂3楼的部分。那我们请我们相关的同工以及报名的学员，我们来注意时间。那特别在8月16号下午礼拜完后，第2堂礼拜完后，我们有一个集合的训练。那请每一个服事的同工，我们一起来注意。第三呢，我们的生命更新营，我们在8月29号要来开课。那请我们学员今天向名家干事来领取会权的读本以及缴费。那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也请小组长来做一个签证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要报名生命更新营的，或者是有回流的学员，想要再一次来经历，我们也可以跟干事们来接触看中间这一切是怎么样来安排。那我个人是很推荐我们的生命更新营，还包括我们的培育课程。相信在座有许多弟兄姐妹也都有经历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培训，在一个系统的里面，在很有系统的一个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特别透过教会同工们、牧师们这样的一个带领与陪伴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同在。那在生命更新营短短2天的时间，就可以用神的角度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生命，所以是很推荐给每一位来参加，不分年龄、不分族群、不分男女，这个是很推荐。这是我们永光，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上面的宝贝，然后也是我们信仰上面的资产，要鼓励大家一同来参与。OK。那8月23我们要召开儿童牧区信仰奖励金审核的会议，那请我们相关的委员在8月23主日过后，我们在4楼 B4 教室要来举行整个的审核。OK， 那下主日开始呢，我们牧师这边会安排我们访韩盛会的团队们，他们会陆续来见证以及分享他们在整个访韩盛会里面的领受，也来分赐给我们大家。那也让我们预备心，一同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领受的里面。OK， 接下来有几个牧区的活动的消息。第一个是玉喜牧区，在8月11，也就是后天礼拜2的早上要到南洋动植物王国。那我们是集合时间，我们请是早上7点10分在教会1楼集合，所以我们请相关的报名的人员以及服事的同工，那也一起来注意。那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也为了我们牧区布道出游的活动一起来代祷，求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天气，那让我们一切的安排都可以顺利。第二个呢是央青牧区速度与激情那这个是一个卡丁车的一个活动，在巴黎的地方。那我们是在8月15这礼拜6的早上。那目前呢报名的名额，早上应该还有6名，
还有6个名额可以开放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管你是对速度有追求，还是对激情有追求，都欢迎来报名这样。我们这一次不一样哦，一般如果我们去卡丁车正常的那个一般的那个该怎么讲参与的过程，大概绕一圈5到6分钟，那报名费就是600-700块就结束了，那我们这一次不一样是什么？我们包场，我们包了2个小时，所以2个小时，在你说，让你让在你说在你赛安呢，那开完之后，我们再来享受激情这样子，所以还有6个名额，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兄姐，那或者是说我们有属意的 best，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在这样我们的一个事工的里面，大家也可以来经历什么是在神国里面和乐的一个氛围这样子，邀请大家。因为我是央青牧区啦，所以央青牧区我讲比较多一点，不好意思。第3个活动是豆豆牧区呀，也是一样是礼拜6的时间。那礼拜6集合时间是礼拜6上午7点半的时间，也是在教会1楼，那是要到海边去呀。所以我们也请豆豆牧区相关的服事人员以及报名的，还有各个小组长，我们记得提醒我们的 best 以及组员们相关的一些事项。OK。那8月18，在隔一周的礼拜2早上呢，早上10点，我们要在顾慧娟姐妹家要来举行圣别祝福礼拜。圣别礼拜就是家里面有除偶像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求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以及神的圣洁要临到这一个家庭。所以8月18礼拜2早上9点也是在教会1楼集合。那也特别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为这样圣别祝福的一个礼拜持续的在我们祷告的当中，求圣灵来引导，也保守我们整个牧师团队以及我们的同工团队，在这样圣别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不受到搅扰，而满有神的能力，满有神的恩典与祝福。阿们。那为了健康来代祷，有肖敏珠姐，还有明珠姐、素蜜姐妹，还有我们的少鹏小朋友啦。少鹏应该是出院回到家了啦哈。对，感谢主。那我们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的肢体在软弱的里面求神的医治，与他们同在。OK。那相关的我们网站的讯息，我们也可以透过 QR code 或连到我们的网站来知道我们 review 我们这些的讯息，我们都有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那我们今天没有新朋友那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彼此请安。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再次，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上帝祝福大家，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高牧师为我们来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相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依靠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就到这边。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位的脚步，平安。平安。